無論你間屋大細，都一定要留意，有4個地方係必須要保持空曠，先至可以聚財。你有冇發覺同一棟樓入邊，點解有人有錢，有人窮？同一條村，有啲家庭就代代興旺，但係有啲呢，又富唔過3代喎。與其無止境咁喺度研究風水或者迷信嘅做法，倒不如你反思下自己嘅屋企，到底係邊啲地方擋住咗個財運？古人都有話，水滿則溢，月滿則虧。經營一個家庭，最緊要係有捨有得。所以無論屋企有幾大，以下呢4個地方一定要保持空白，先至可以聚財㗎。首先，我哋講下玄關位置。玄關唔係淨係用嚟做裝飾，而係屋企對外嘅第一印象。俗語都有話，玄關原本係指道教入邊嗰道門，突破關口，後嚟演變成入戶門口嘅一個區域，由外面入嚟，首先經過嘅就係玄關。唔好因為貪圖方便，就亂咁用你屋企門口，甚至乎走廊嘅空間。咁樣你唔單止會影響你鄰居嘅出入，仲有可能會引起你鄰居對你心中嘅暗罵，甚至乎因為唔符合物業嘅要求而俾人拎走啲嘢，導致你財產損失同埋屋企形象受損。所以記住要經常清理你嘅門口，唔好亂咁堆積廢物或者垃圾，保持一個乾淨寬敞嘅出入口，方便你自己或者客人喺度換鞋同埋出入，亦都可以避免你夜晚嘅時候睇唔到撞親啲嘢，順便令財神爺都可以順利咁樣走入你屋企啊嘛。除咗玄關，你屋企嘅走廊都好重要，一定要留有空位，留住人脈。傳統習俗都有講，見到屋企邋遢嘅話呢，就會有個所謂嘅窮神上門。戰國嘅時候有一個小故事，有一個好窮嘅女仔，佢買唔起一啲蠟燭，然後呢，佢夜晚呢成日都會去一啲大戶人家嗰度借光喎。咁呢，其他人呢見到佢就會趕佢走啦。呢一個女仔為咗要成功借到光，於是乎佢就會早少少去人哋屋企入邊，跟住呢，佢會幫人哋打掃佢屋企嘅地方，打掃得乾乾淨淨。後嚟大家都覺得佢好識得尊重別人，最後大家都覺得長期會借光俾佢，所以一個人整整齊齊，佢遇到貴人嘅機會亦都大大增加。再嚟就係講下屋企嘅地板或者走廊，好多家庭呢都喺個地板上面呢掉晒啲玩具喺度啦，或者有膠袋，甚至乎有啲酒樽啊。有時候夜晚食飯跌咗啲飯粒喺度呢，佢哋都唔會執走去嘅。咁呢，好多時候我哋呢一係就踢到啲玩具，會搞到跌親，又或者會踩到啲飯粒，導致你隻腳都唔乾淨。尤其是有老人家嘅家庭，佢哋行路要特別穩陣，所以呢，地板一定要乾乾淨淨，同埋記得食完飯之後要睇下嗰啲飯餸有冇跌咗落去個地下度。如果唔係，咁樣又唔衛生啦，又容易滋生細菌，好容易會帶到疾病嚟你屋企。所以經常都要保持地板乾淨，千祈唔好整到污糟邋遢，保障屋企人嘅安全健康，同時你錢財先至會留得住噶。再嚟就係書房或者讀書嘅地方，一定要保持空間乾淨整潔，咁樣係代表住學無止境嘅精神。大家都有聽過書中自有黃金屋，點解書中會揾到寶藏呢？其實係有一門學問㗎喎。屋企嘅書房
唔可以過於擠擁，又或者擺一啲爛晒嘅書或者物品，就連一啲紙筆墨硯呢都要定期清理。宋代科學家沈括喺《夢溪筆談》入邊都有講過，整理書房嘅話呢，就要用一啲香草。呢啲香草可以保持住書房同埋書都可以香日四射，可以呢遠離蛀蟲。咁樣嘅書房唔單止淨係擺設，而係一個真係能夠流動同埋交流知識嘅場所，令到一家人終身讀書唔使仇富。其實聚財唔單止係因為你住喺依山傍水，又或者你住喺城入邊最好嘅小區，而係屋企整齊嘅佈局同埋人民嘅元素。好嘅鄰居關係可以令你住喺福地安全，意外少，待客有禮，自然就會人脈資源多，容易遇到貴人。而長期讀書嘅習慣亦都會令到屋企人認知提升，揾到準確嘅財富源頭。因為大家都知財神係有眼㗎，佢中意乾淨整齊和睦嘅屋企。屋企作為我哋嘅避風港，佢嘅佈局同埋整齊嘅程度係直接影響我哋住嘅心情同埋運勢。再嚟就講返玄關，好多老人家都會話，記住屋企就算細，都一定要留返玄關嘅空間，因為佢係屋企嘅一張名片。你睇下嗰啲有錢嘅大家族，佢哋嘅玄關幾時係會唔整齊，又或者唔係好似新嘅一樣？正如古人所講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玄關雖然只係細小嘅一角，但係佢嘅整齊會直接影響全屋嘅氣氛。試諗下，如果你返到屋企嘅時候，你個玄關一片混亂，啲鞋隨處亂放，啲衫掛到周圍都係，個心情又點會好呢？相反，如果你嘅玄關乾淨空曠，你返到屋企就一定會感覺到無比嘅輕鬆自在。啲老人家真係講得啱㗎，玄關嘅整齊唔單止關乎屋企嘅面子，亦都影響住我哋住喺度嘅人心情同埋運勢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下定決心，要將你嘅玄關整理得井井有條啊！咁樣好運先至會順利入去你屋企㗎。講到廚房，老人家呢，好多時候都會話，哇，廚房呢個地方呢，真係不得了，因為廚房就代表我哋中國人嘅胃。你諗下，每一次喺廚房入邊煮嘢食嘅聲音，飄出嚟飯餸嘅香味，都係我哋人間煙火嘅氣味。既然廚房係咁重要，如果你擺放過多嘅雜物，唔單止會令到你揾嘢困難，仲可能會變成細菌嘅溫床，咁樣你個胃都唔會舒服啦。所以記住，一定要定期清理你嘅廚房，將一啲唔常用或者壞咗過期嘅嘢拎走佢，咁樣廚房先至會整潔，煮嘢食嘅時候心情先會開心，食物又新鮮衛生，咁樣先係最大嘅福氣。最後，除咗我哋屋企要整齊，我哋唔好擺放過多嘅雜物。其實你個心都係一樣，千祈唔好塞實晒。人呢，如果塞得太滿喺個心度，佢呢就會唞唔到氣噶啦。而家生活節奏咁快，工作又多壓力，人際關係或者你家庭嘅瑣碎事都一大堆，你個心裝得太多嘢，其實都係會精神疲憊。所以你一定要將你嘅內心同埋你間屋一樣，
定期要清走一啲雜念或者係冇用嘅負面嘅情緒。試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間屋入邊堆滿晒一啲垃圾或者冇用嘅嘢，你要用呢一間房，你都要清出一啲垃圾，留空翻一啲位置，做完清潔之後，再放翻一啲對你有價值嘅嘢。咁樣學識釋放同埋放下，騰空翻多啲嘅空位出嚟，俾你嘅心靈同埋你嘅屋企，好運自然就會隨之而來噶啦。